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塘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日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剥了壳的荔枝，犹如明镜的白玉。不像妹妹我，整日被琐事烦着，眼看就要人老珠黄，香消玉殒了。这是哪阵风把李大总管吹来了？我看你这白白胖胖的样子，也不像要香消玉殒啊。哎呀，这是回光返照了。别说我了，惜春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来花满楼的时候，就深深的被你深邃的明媚的眼神给吸引了。说重点，说重点好吗？爽快！我就是想说，我想改变花满楼的管理策略。你该不会让我们卷铺盖走人，然后再招一批新姑娘吧？哎呀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来，坐。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赶你们走呢？就算天塌下来也不可能啊！我是想请你负责我们花满楼的团队管理。团队管理？所谓团队管理呢，就是整合，比如把爱吹牛的夏莲，还有太老实的吴小二放在一起，这样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那秋玉呢？你见到秋玉，你就要使劲拼命的夸她呀。哎呀，秋玉，你今天又换胭脂了，好香啊，就像春天里的花园，清香扑鼻。见她爱听的说，准高兴。可是她很节约的，从来都不买胭脂水粉，我的还老被她拿去用呢。啊？哎呀，姐姐，我是打个比方，那你就夸她身材好呀，说她皮肤好呀，绝对没错。她最近胖了10斤。10斤？不如这样吧，咱们把秋玉和赵琵琶放在一起。这几天我看他们天天眉来眼去的，肯定有猫腻，说不定还能好好利用一下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团队管理就是要让男女都不闲着，发挥姑娘们的美貌优势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是这样吗？聪明，绝顶聪明，不愧是惜春姐姐。哦，行，我都懂了。好，那姐姐你就记住我的话，好好的搞好管理。我接下来去忙我的啦。好嘞。细节，信任。夏莲姐姐这几日辛苦了，花满楼上上下下都很协调。莫愁妹妹今日是过来嘲笑我的吧？你是想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，恕不奉陪。哎，夏莲姐姐，你误会妹妹了。哎呀，你可别生气呀，大家是看你这几日辛苦了，所以让我代替你暂时管理几天。我有一个好招。我没兴趣。我可听说有一个地方有龙脉之乡。
我就知道莫愁妹妹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，说什么招我都会配合你的。我就是想把花满楼的管理方策改变一下，就像我是皇上一样。参见女王。哎呀，简而言之就是把权力分配出去，分配给你们每个人负责一个项目。比如惜春负责的是团队管理。我们不听话就用武功教训我们。哎呀，我已经跟他强调过了，武力只能对外人，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，怎么能这样呢？花满楼呀是一个和谐的地方。那我呢？我负责什么呢？你负责的是业务经营，就好像酒水什么时候进货呀，账目管理呀，环境与卫生啊，还有每一个姐妹的工作情况、工作态度和仪容仪表。哎，停！我怎么越听越复杂呀？那当然，我是花满楼掌柜的，那你就是二当家，整个花满楼啊，你说了算。哦，我只负责在楼上观看全局，别的整个由你说了算。那我自己需要做什么事儿吗？比如端茶倒水之类。李总管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啊，进来。你呀，当然就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啦，你只需要负责管理就行了。我有空的时候呢，也会给客人弹上几首古曲，但是我空的时候应该不多。李总管，今天你在楼梯间叫我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，我衣服都没有穿。什么？你居然裸睡，色胆包天呐！看来是该找个人好好治治你了。我只是上身没有穿衣服而已。啊，正好，我正在任命夏莲负责业务管理的工作，顺便也给你也简单培训一下。你作为一个专业跑堂的，千万不要看不起自己，别拿跑堂的不当干部。跑堂的地位太重要了，跑堂的最高境界是不用脚多走路。那是用手走路喽？笨呐，用嘴，嘴要甜，甜到客人心眼儿里。那客人要是迷恋我怎么办呢？我又不会拒绝。小莲，赶紧拿个镜子给他照照啊！哦，对于你的外貌，我就不做过多评价了。虽然上天给了你一个宽广的臂，但是并没有给你一张灵活的嘴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只要是看见客人，就给我立马铿锵有力的喊“客官里面请”，然后把客人请进来。一般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没什么话说了。学着点儿。王老板，最近生意可好呀？几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呢，连秋雨都天天念叨你呢。今天是喝茶还是喝酒呀？一句话吩咐，你需不需要按摩呀？好嘞，我都记下了。对，好好练习哈。我先去找秋玉了哈。客官里边请。秋玉姐姐，我的小公主啊，你美的就像一首诗啊，经受岁月的芬芳，绕过指尖的年轮。情深花为谁开，缘浅花为谁败，冥冥之中就注定了我们的相遇。怎么样，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们以花月为媒，清明为证，你我一结金莲，盟誓一生一世不离不弃。两河美太美，我不敢回。刘大总管，你有何吩咐呀？哎呀，姐姐真乃神人，你气质高贵，落落大方。怕你的词儿，我3天3夜都说不完呢，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不要啊，说的我心烦。你有什么事赶紧说，我还要去干活吗？活儿是永远都干不完的，咱先不着急干哈，我们先来叙叙家常。叙叙家常，难道今天放假？做梦！
不过我给你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，你在听之前要不要深呼吸一下？不要，太浪费精力了，猜来猜去的，你直说。是这样的，我起草了一份新的管理方案，每一个姐妹都负责一个项目，而你负责的是客人的维护和保养。保养？又不是马车，还要保养？再说了，平日里不都是大家一起做的吗？生意也挺好的，全都交给我一个人，你放心啊。哎呀，这客人的维护和保养又不是让你主动去投怀送抱，而是让你经常的与客人沟通，用你的语言魅力留住客人，让我们的花满楼多几个回头客。客人虐我1,000,000遍，我待客人如初恋。这个是不是要含情脉脉的对着他们说，哦，我好喜欢你，你太有感觉了，我们下一次再约。悟性真高，可可大人呐！还有哪些呀？还有就是，你对待客人的时候要用真心去打动他们，用热情去温暖他们，用细心去感染他们。有些道理，这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征服男人。嗨，这些小伎俩，小妮子手到擒来，放心吧。太棒了，那就赶紧下去干活吧。走了。来，夏莲，嘴角要上扬，要时刻保持微笑。秋月，卖萌要自然，要不着痕迹，懂？小二，走路要稳重。这平常走路不都应该连走带跑的吗？这样效率才高嘛。咱花满楼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地方，哪能跟那些不入流的小酒馆相提并论呢？所以你走路要走得虎虎生威，要让客人看到我们连一个跑堂的都这么专业，才会成为我们的骨灰级铁杆粉丝。好，客官里边请。姐夫呀，你知道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呢，心里想你想的都长毛毛了呢。哦，是吗？来，让本官打开看一下。本官儿时学过几门医术，对相思病可是有独到的治疗方法哦。讨厌，人家害羞啦。不然这样，我给姐夫变个戏吧，好不好呀？有意思。来呀！叮叮叮叮，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本官的文银吗？那我给你变个戏法。噔噔噔噔。真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呀！厉害吧？厉害！来，再给我编一个。好呀。3个人发挥各自的能力，取得了相当好的结果，店里生意逐渐好了起来。莫愁也对3姐妹赞不绝口。噔噔噔噔，看这是什么？莫愁姐姐，你果然有办法，马上让我们花满楼人情热市。嗨，像以前我们可是门可罗雀，好不坦荡的。我回去忙了。我以前都没发现，我居然还有管理团队的天赋，还是莫愁有眼光。我对这个太有兴趣了，简直如鱼得水。这莫愁啊，确实有领导的才能，如鱼得水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这样，是吧？好啦好啦，大家都去忙去吧，今晚还看你们的成绩呢。好嘞，走。现在我宣布，今天的生意李总管，你用心了，我们大家都觉得你的管理模式很好，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，充分发挥大家的才能，棒棒哒。但是对我们爷们儿太苛刻。我现在睡觉都在想怎么说话，怎么走路，怎么跟客人沟通。严格才能出业绩嘛。咱们花满楼要是再不来客人，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了。就是啊，李总管，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那我就回去休息了。今天太累了，现在啊，舌头啊都在打断了。墨花，下面的时刻你们肯定喜欢。
我要开始公布获得奖金的人员名单。真的有奖金啊？那我看上的胭脂可以去买了。有的老银子，今天就可以领吗？哎，我的琵琶终于可以换根琴弦了。别急，别急，见者有份。52，劳动有功，奖文银50两。50两 ，yes。赵琵琶弹奏有功，奖文银40两。哦。下联管理有方，奖励文银30两。秋玉维护客人做的天衣无缝，奖励文银30两。那我呢？你也管理有方，你也奖励文银30两。可是为什么管理人员比劳动人员奖的少呀？要鼓励无产阶级，要鼓励穷苦人民。哦，是这样吗？那银子呢？银子呢？银子，这个嘛，等花姐回来，自然会发放给你们的，放心吧。秋玉，赶快去你左前方5米处的客人，他明显喝醉了，把他抬到房里去，别忘了收银子。我尽快。快去呀！客人维护是你的职责，小心我扣你工资啊！知道了。吴小二，能不能快一点啊？再快一点儿！客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他们要是饿了渴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夏莲，过来。你脑子里装的是米汤还是浆糊啊？怎么又没酒了？你就不能提前做计划吗？花没了损失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我现在就去发飞鸽。发什么飞鸽？自己亲自去一趟，快去！我亲自去。你不去，难道我去啊？我要做全局统领的，这里没了我一刻都不行。好吧。西春，你眼睛是长青草了还是长蘑菇？团队管理怎么做的呀？令莫愁，你能不能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？我们一帮人从早忙到晚，一刻都没闲过，工作一天能不累吗？你怎么不试试？你一天到晚干嘛了？除了喊这个就是吼那个，你真拿自己当掌柜了？这花姐回来要给你让位啊！怎么了？我当掌柜怎么了？我洗澡堂还个我不累啊？我管着你们，我看着你们，我不累啊？我提议重新选举，愿意李莫愁不再继续管理的，请举手。举手，赞成。我受够了，我举手，我也举脚，我五体投举。下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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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台。你对他们几人的表现怎么看？各有心思。那如何解决呢？除去几日，事情已了解过半，我已有解决之策。将计就计，花满楼已是各国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不如让这趟浑水更浑，让这乱更深。睡吧，明日会有惊喜。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